喺一個孩子嘅成長，佢由0歲去到11歲嘅時候，佢係一個處於完全對父母千依百順嘅年紀，因為佢要透過父母嘅滋養令佢長大，然後由11歲青春期去到20幾歲，去到一個呼吸都係錯嘅年紀，做乜都係錯㗎，係因為你有問題，或者你嘅孩子有問題。佢喺成長嘅時候，佢需要抗衡，對父母作出抗拒，而發展出自己嘅個人性格。喺呢個青春期成長嘅時候，如果你打壓佢，佢將來就照顧唔到自己嘅。喺你連呼吸都係錯嘅時候，做父母嘅只有係扮傻嘅啫。因為係為咗完成佢喺成年之前最後嘅一個成長階段。如果孩子喺呢個年紀唔反抗、唔反叛嘅話，我唔會恭喜你。如果你曾經當年喺呢個年紀反抗嘅時候被打敗咗呢，你要注意一點啦。喺青春期嘅時候，你被嚴重打壓到唔敢出聲嘅話，你而家嘅內在一般都會儲存咗好多壓抑同埋 anger，所以我會建議你喺成年之後都繼續反叛。但係呢種反叛咧，只係對你喺你心入邊嘅反叛，嚟完成呢一種未能夠成熟完成嘅成長階段。如果你好反叛你父母，其實我一定係永遠都恭喜你嘅。即使你今日60歲，你依然好反叛你嘅父母，我都係恭喜你㗎。